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7月18号。咱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6篇11节到17节，以赛亚书44章18节到20节，马太福音第7章15节到20节。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真假假。上帝是永远信实的上帝。为什么圣经中会出现安尼记载？除了因为人对上帝无了解以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总是爱去追求迄看袂到却无永远，阁无真实的偶像。以色列历史充满安尼的错误，亲像人类的历史共款。因亲像咧害田树，安尼害来害去，念伊火解怨上帝，过无偌久就阁袂记进。所犯的错误再度去追求迄虚假无路用的生命。当然，迄人手所雕刻的偶像，袂家己讲话，是甚物人互即个高大的树成做偶像？是甚物人为着这虚假偶像伫讲话？当然，就是遐个制作偶像、雕刻偶像，也是搁遐个假先知，也是咱讲的假教师。假先知并毋是出现伫初代教会尔定，而保罗写予亚细亚的正教会中间，时常提醒教会的信徒要预防遐个假教师的教导。假教师也是假先知，伫耶稣的教导内底早就已经出现过。亲像今仔日的经文，伫马太福音第7章15节到20节，伫迄个经文内底，耶稣用果子树甲迄个水果来论到真真假假的先知。耶稣咧讲着爱谨慎提防假的先知，因就群恁。外面是羊羔，内面是凶恶的豺狼。恁对因的果子来捌伊，兼对刺皮挽葡萄，对一个挽无花果吗？安尼，既若好树结好果子，歹树结歹果子；好树袂结歹果子，歹树袂结好果子。既若树无结好果子的，就错伊，迄落火。所以恁着对因的果子来捌伊。有一个真适当的台湾俗语话，安尼来讲叫做“后来假苹果，臭咸鱼假沙西米”。当然，亲像耶稣所讲的，假的袂真进，真的假袂去。伫旧约的中间也有假先知，咱会当找一个真有代表性的，亲像以利亚先知的时代，才的先知。咱先无讲到巴勒的450个先知，伫遐个属伫耶和华的先知的中间，嘛毋是逐个人拢忠心。假使是忠心的，甲老尾嘛拢去互即个俄巴底来甲伊藏藏伫墓坑内底，想要来逃避即个危险。但是落尾嘛是去互亚哈王甲因的太太这个以色列人来杀死，尾也剩以利亚。伫列王记上卷19章第10节安尼讲：伊应讲，我为着耶和华万军的上帝大热心，因为以色列人击杀你的约，毁坏遐个坛，用刀杀你遐个先知，只有剩我一人。因要笑想我的性命，要处伊。所以你会当看见讲，伫迄个时代，真正是满真危险，也是真艰难的时代。咱伫看到旧约内底，阁有亲像丹麦妇撒母耳来献祭的扫罗王，伊就是假师啦，假先知啦，家己代替上帝的旨意。
遐个伫西奈山收这金银做金牛的阿伦，甲一寡领袖的人，因嘛拢是假先知，因来南山称上帝的名。阿伦讲，阿伦对因的手接来煮一只牛仔，用枪刀来雕刻伊，因就讲：以色列啊，这就是你的上帝，带你出埃及地的。这是伫出埃及记32章第4节的记载。以赛亚先知讲，遮个军队假先知的人，基本上拢是无要看，无要想，嘛无愿意去明白。以赛亚书44章第19节的尾，以赛亚先知安尼讲，用同一丛的树仔的插头，一部分做柴来烧，一个烘饼烘肉，一部分来做偶像。我竟然对一个插头仔来跪拜。然后伫第20节，伊佫讲，这毋是举火来食饱吗？好，那亲像台湾因间宗教有迄个啉符水的宗教行为共款，咱明明知迄拢是无真实的，却讲宁愿信其有。早期伫台湾大家乐的时代，足侪人半暝组织做伙伫神坛，看迄个香点完了，咧看迄个火呼落落来的形，伫遐摇看啥物数字，讲迄叫做明白。现代人的偶像可能毋是用插头去刻的，嘛是刻是有侪人执迷不悟，人宁可选择相信迄讲甲喙甲全破的讲员。伊甲你讲，我只要，比如讲，你只要敢求上帝，就敢赏赐。如果相命先会遮尔圣，伊就无需要排单来相命。最近台湾政府分这个振兴300券互台湾人民，迄个目的是要互面对疫情灾难中，咱台湾人度过艰难的经济。却有一个宗教团体马上制作真水的雪贴，邀请大家将这个300券的纸本，也是讲数位的认证，捐互因。关于这个，牧师有2个疑问。第一个疑问，这是强迫捐赠。当足侪人咧讲到300券的时阵，就拢讲吼，着搁开1000块去领迄个2000块。这个是对迄个善车人来讲，这是根本就是安尼强迫因为难因。但是却有宗教团体要求人去捐这个300券，包括本钱1000块，拢捐互伊。第二个问题，这个振兴券的用意是咧帮助每一个国民来度过经济困难。这是政府真水的意思，却强迫捐互这个宗教团体、这个慈善团体，失去政府的原意，无讲明这个钱要去倒落。这是真正慈善，也是假慈善之名咧收一付金呢？伫这个世代，基督徒搁较细致，爱去辨别，也求主来帮助咱。咱嘛着需要帮助咱的亲友去辨别遐个真真假假的作为。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7月18号。我们的经文是诗篇86篇11到17节，以赛亚书44章18到20节，马太福音第7章15到20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真真假假。上帝是永恒信实的上帝，为什么圣经中会出现这样的记载？除了是因为人们对上帝的不了解以外，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们总是喜欢追求那看不见
又不永恒，也不真实的偶像。以色列人在历史中充满了这样的错误，就如同人类的历史一样，他们总是如同荡秋千一般的摇摆，一下子悔改向上帝，过不了多久就忘记了，又离开了上帝，犯同样的错误，再度去追求那虚假无用的生命。当然，那人手所刻的偶像不会自己说话，那么是谁让枯木成为偶像？是谁为虚假的偶像在说话呢？当然是那一些雕刻的人跟那些假先知、假教师。假先知并不是只有出现在初代教会里面。保罗在写给亚细亚的众教会时，时常提醒教会的信徒要防备那些假教师们的教导。假教师、假先知在耶稣的教导里面也早出现过。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第7章15节到20节的经文里面，耶稣以果树与果实的比喻来论真真假假的先知。耶稣这样说：你们要提防假先知，他们来到你们面前，外表看起来像绵羊，里面却像凶狠豺狼。你们能够从他们的行为认出他们。荆棘不能结葡萄，蒺藜也不能结无花果。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结好果子。不结好果子的都要砍下，扔在火里。所以他们的行为，你们能够认出假先知来。有一句台湾俗语蛮贴切的，他说：奥莱亚给捧个，超咸伊亚给沙西米。意思就是说，烂的梨子要假装是那个好的苹果，或者说那个臭咸鱼要假装是那个沙西米这种新鲜这样子。当然，如同耶稣基督所说的，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旧约当中其实也有假先知，最具代表性的可能就是以利亚先知时代的那些先知们。我们先不必提巴力的450位先知，在以色列的先知当中，也并不是每一位都是忠心的先知。即使是忠心的先知，又被俄巴底藏在这个山洞里，后来也被这个亚哈王跟以色列人怎么样去把他们杀死了，剩下以利亚一个。在列王记上卷19章第10节的经文这样记载：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我一心专心爱你，但是以色列人背弃了你，与他们立了约，拆毁了你的祭坛，又杀了你所有的先知。现在只剩我一人，他们还要杀我。这是以利亚先知的祷告哈。另外，我们看到那个等不及撒母耳来献祭的扫罗王，他就是假祭司、假先知，自己代替了上帝的旨意。我们也看到，在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在西乃山下的时候，那收取人民的金银来造金牛，那个亚伦还有一些带头的人呢，他们也是假先知，他们妄称上帝的名。经文这样记载说，亚伦把耳环熔了，倒在模型里，铸成一头金牛。人民说：以色列啊，这是带领我们离开埃及的生命。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32章第4节。以赛亚先知说，这些跟随假先知的人们，基本上就是不看、不想，也不愿意去明白。以赛亚书44章19节的 B 先知这样说：
我用同一棵树的木头，一部分当柴烧，一部分烤饼、烤肉，然后呢，一部分来造偶像。我竟然对这样的一块木头来膜拜。然后20节他又说，我这不是拿灰来充饥吗？这很像台湾的民间宗教行为，去喝那个符水一样。我们明明知道那是不真实的，却说我们宁愿信其有。早期在大家乐的时代，许多人半夜聚集在神坛面前，看着那个点着的香点完之后，那个灰烬的形状，在那边猜数字，他们称那就是名牌。现代人的偶像可能不用枯木来雕刻，但是却能够一样执迷不悟。人们宁可选择相信那口沫横飞的讲员告诉你说，只要你敢求，上帝就敢赏赐。如果相命仙的神力那么好，他就不需要在那边摆摊相命了。最近台湾政府有发行了振兴3倍券给台湾人民，其目的其实要帮助那些面对疫情灾难当中台湾人来度过经济上的困难，但却有某个宗教团体马上制作了精美的缩帖，邀请大家将3倍券的纸本或是数位的认证来捐给他们。对此事，牧师有2个疑问。第一，这是一种强迫捐赠。当许多人在谩骂政府说还要先花1000块才能得到另外的2000块，总共3000块的补助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为难穷人的做法，但是却有宗教团体要人将这个3倍券全数捐给他们，包括1000块的本钱。第二个，振兴券的用意是帮助每个人民度过这个困难时期的经济困难，这样的美意却被鼓励捐给了宗教团体，或是说慈善团体。这不但失去了政府的原意，这些人也没有说明款项将来的去处。这是真慈善或是假慈善之名的机制呢？在这个时代，基督徒要更小心去辨别，也要帮助我们的亲友去辨别那些真真假假的